大家好，我係 Jonathan，嚟到行程嘅第二日，今日去銀山溫泉。出發有啲晏，我哋喺車站附近買咗幾樣嘢食就去坐車。由於我哋唔係自駕遊，我哋坐 JR 仙山線由仙台站搭去山形站，17個站大概1個半鐘，再轉乘 JR 山形新幹線前往大石田站，14個站大概50分鐘。到達大石田站，大家可以轉乘巴士前往銀山溫泉。但係每日只有5班，大家要注意時間啦。當然，如果你喺銀山溫泉有預訂旅館，亦都可以使用旅館接駁車服務，就最方便啦。而我哋當日到達大石田站嘅時候，已經大概下晝1點幾。為咗爭取喺銀山溫泉逗留更多時間，我哋最後決定搭的士，大概25分鐘就到達啦。銀山溫泉位於日本山形縣美花澤市，歷史可以追溯到江戶時代。當時被認為係重要嘅醫療溫泉之一。銀山溫泉係充滿大正浪漫風情嘅溫泉鄉。銀山村兩側有唔少傳統木造旅館，外牆裝飾有職人以鏽刀將灰泥塑造成彩色嘅立體浮雕，稱為鏽繪。其中能登屋旅館就最有特色啦。銀山溫泉餐廳選擇唔多，我哋先去咗呢間蕎麥麵，不過太多人排隊放棄咗。之後去咗另一間，點知告示又話今日營業結束，已經售罄。最後暫時放棄食嘢，去咗最入邊呢個白銀瀑布。冬季周圍都有積雪圍住，感覺置身喺私人嘅飄雪後花園，非常夢幻。只要沿住小路行入去就可以近距離觀賞。不過有唔少積雪同埋冰面，大家記得注意安全啦。由於真係好凍，我哋間中入去兩邊嘅商店行下，睇下手工製品同手信。當然要順便嘆下暖氣啦。之後見到兩間有嘢食賣嘅店鋪，即刻衝咗入去。好彩買到今日最後一個豬肉包。第二間就係呢間好有復古感覺嘅野村豆腐屋。眼見得一位老太太營運，大家都非常耐心等候。今次點咗一份湯豆腐，一份炸豆腐。大家怕凍，仲可以去到店鋪對面嘅木屋仔坐低慢慢食。可能天氣凍又肚餓，有一種雪中送炭嘅幸福感。另外，大家有時間亦都可以享用下免費嘅泡竹湯。開始入夜，我哋搭巴士返去大石田站，仲有少少時間喺大石田站嘅手信店行咗陣，最後轉乘 JR 返仙台站。總括而言，銀山溫泉係一個好值得去嘅地方，不過冬天記得注意保暖，帶定把遮，落大雪都唔怕啦。餐廳嘅選擇唔多，出發前可以食飽少少。如果唔係自駕遊，建議訂到旅館過夜先嚟，因為來回時間真係好長，過夜仲可以欣賞埋銀山溫泉嘅夜景。返到市區，晚餐去咗善治郎食牛舌，嗌咗2個唔同等級嘅套餐同一份蛋卷，一共9240 yen， 個人就覺得好好味啦。話說咧，呢間嘢咧近近地我哋酒店咧，想過嚟試下食呢間生蠔啊、燒蠔啦，點知又係冇開到㗎。最後喺便利店買咗一個好普通嘅 Tiramisu 蛋糕，不過有呢盒好好飲嘅奶茶補償，奶香濃郁，而且茶香都好出色。下一集我哋 join 咗一個 day tour，有啲失望，究竟發生咩事？下回分解。